改天你们来到永州的时候，就有的等你们。休息一下就好了，好的，啊？打火机没得哦。他们两个肯定要一起拍。师傅，直播间带了没有？往前他走了一个，啊？哦，往前他走了一个，哦，你的，不是我的，不是我。哎，你要直播间吗？车上有啊。真的？真的啊？要不要接？不用，直接拿下来就可以用啊。就是拿着的还是直接放地下来那种。这。这。就这儿，就这儿，在后边。后面就沃尔沃啊。你把那个没事，我来嘛。就是。太远了，太远了，近一点。往下边走一点，往这边走一点。过。你把那个放下来就可以。不要隔太远了，不要你们俩不要隔太远了。这个可以，夹在那个上面就可以了。这上面你把声音这儿也可以夹，这边你可以，你测竖起环，就这个竖起就可以了。就这儿夹就行，就这儿。这第二次吧，他们兄妹俩。起码要调一半哈。擦完你学一下。再来一个吧。哎，准备要跳下一个。哎，谁呀？我应该没有好上的。没有什么孩子。昨天出来在播的时候，拿那个放一昨天出来在播的时候，哎，大家看一下，就那个票，如果大干嘛个狗头，大干嘛个狗头，马哥当个直播间出来有，他挑一个就走，那个。哪个？放光明。放下去。要大小。有，手机里面有。这个什么吗？对。抖肩。笑一下啊，主任。到不了。稍微挤一点，不要太远了。太远了的话。啊，这里没有。这里边有。啊。他们说这个从这里哪里的？
往下面走点，往下面走点。对不对？对，往后面。就这到了。从慢节放吗？早点起步。完了，你到这儿看看。在前面带他。往下面走点，往下面走点，学长往下面走，挨弄一点。自然一点。对。看他们。3、2、1，放了。干啥呢？老子往前面走点点。干什么呀？干嘛？咔咔咔。来，3、2、1，Let's go！干嘛？你在干嘛？可以。咱们的点赞。好了，当这的弟弟。啊。应该人太多了，我瞧不起了，我这。我是很低调的，不是低调，而是。